大运到了么子呢？买好了，我去数生面去。咁我带你到活动领域中心，谁来搭近个？老真些。我要到凤园街去。凤园街靠不着脚来市里的嘞。不要讲市里，新疆也要去。差不多到苏州，我到凤园街来吃面，3个分来。你哪会得带得来个？看住那个视频，跟踪再进来吃面，我来一碗板面。这位焖油面。慢慢讲。现在你不吃做少路到吃的么子？现在我请到吃白斩鸡，3份白斩鸡。辣到不辣个？白斩鸡我有辣个？不辣不辣。一个白斩鸡能得嘞？我养出来的现在分吃到高一，那还吃个鸡？吃面吃鸡不来的嘛，只要双脚。到吃啥了？到吃啥了？那个是老公家店里，吃点白斩鸡，再搞吃火锅了。那个真的这个宰鸡啊！哎，你讲个上海话比你也别走。哎。我63岁没吃过大吃面啊！人家吃馄饨的讲，你都吃这3千米，我比上。别死眼啊！我讲来3000退休工资，我都没写上来。但是我老板过那个一样，你看有1点钟的，店里委员点生意。上海面店的，他们搞生意。跟我走。大家了解。一场还吃个鸡，到那去见识，哪晒出来的？应用不问出处。该写这个辰光会来写，因为现在正宗的白斩鸡实在是不到，我不到那来，那数量吃不到，不是少死。阿呆。对。我说你添个鸡。要将近3个号头了，养只鸡。不想吃么想啥？他有份鸡辣辣黄不好啊。303汤，再2分钟又包了冰酥两斤1斤。脂肪结冻，然后有饱足感。跟我吃的面生到14。你10年没个5年。10年。那10年还是10万，是你讲的嘛难为的。啊，那么你出去吧。跟我一起买酸梅汤。你上海没买个？上海有啊，没在店里好吃。汤娘那个环节得了后汤几碗。避开热来也要去。看酸梅汤的地方带着襄阳街偷的个灭鸡肠门子。烤什锦酸梅汤。好呀。杨梅茶、山竹茶，我们香。那在种子上有吗？有啊，好了不得了。我来看一看。你啥贵州啊？那么啥10包。10包对吧？好呀。哎，你那不是你那才逢10个啦？什么有个都掉。对呀。做呀。你哪路出去家？我是分开汽车啊。我实际还不差头回上海。小呀。不，你那样子出人家子哇？我5套房子嘞，一时这样吃不光啊。只要么子好吃，钞票不是问题。哎，老板娘，那这一共有多少品种啊？几千只品种嘞。晓得啊，我要一样买过来。哎呦，可是一点么子侪买下来，你要83多万。所以我准备自到苏州来了。香烟不吃了，该吃话梅。